行转爱走。风滚过南头，国乡牵过糯米桥，长枪嫩叶白珠带头看起来，拍起强健手，香茅唔系假些年，其实系客家人客气度，抗油唔但素养嘅硬强，强劲长长嘅菜叶带有火神水木，定期上过来，比食西枣嘅香茅草，做得曲出香茅油。细细在后流出柠檬香味，鸡油鸡水滴精油转茶壶，做出天牛翻身以后千温柔嘅强香。2个人高的大桶子冒出阵阵炊烟，刘昌坤卯足了劲，往桶子里塞进一捆又一捆的香茅草。香茅草放进桶子后，刘昌坤拉着顶上绳索，使劲地将松软的香茅草踩踏扎实。做这个很热，很热。我现在还是冬天呢，如果是夏天的话更辛苦。香茅油的提炼相当费工，刘昌坤得先将田里割下的香茅草晒上1星期左右，除去水分。因为要是晒得不够干，萃取出来的香茅油就无法保存。接着，刘昌坤将晒好的香茅草放进装满热水的铁桶里，持续加热，产生含有香茅油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经过铁管之后，进到冷却桶。它经过中间一个管子旁边都是冷水，它把它冷却，叫冷却桶。出来以后到那个底下的桶，它那是叫做油水分离桶。油水分离桶，它的油比较轻，它会流到上面过来；水比较重，它会流到另外一个管子。比重较轻的油流向左边的管子，珍贵的一滴滴进到玻璃瓶里。黄澄澄的香茅油不用再经过任何加工，装瓶就可以贩售。而这套工法与器具是刘昌坤从父亲手上承接下来的，可以说是刘家的传家宝。我们这一个桶子差不多60年前在做，留到现在了。以前是用木头做的木板，后来就比较进步了，用这个铝签的那个做起来，这个比较轻比较耐用。南投县国姓乡曾经是全台湾重要的香茅产区，家家户户都在种香茅。香茅可以说是田里的绿金。以前价格好的时候是1桶200台斤的1桶的香茅油，卖出去可以换1栋3合院的豪宅。当时价钱非常好，那个60几年以前，1台斤的那个香茅油卖出去可以卖到100多块钱。只不过因为化工调制的香茅饥渴乱真，天然香茅越来越没有竞争力，逐渐衰退，赚不到钱。刘昌坤的父亲决定收摊不做了，直到那场改变南投的地震。21号的大地震让整个中部地区陷入瘫痪的状态，尤其在山区的灾情更是严重。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国姓乡百业萧条，刘昌坤想要让家乡重现以往的蓬勃生气，于是他开始复兴起香茅产业。我在继承我爸爸的这个，我爸爸也有鼓励鼓励这个香茅产业要再延续下去后来我就给它重组下去我爸爸
都一直在指导我，他也有帮我做。这站这个看水的，这内底看有水无水，这扭出来哦，安尼表示顶底要有水啦，这顶底表示要有水。完了。刘昌坤试图传承香茅技术的精神，同样是国姓人的廖志展，顾着火炉。廖志展正在跟刘昌坤学习提炼香茅油。他原本在台中的工厂工作，为了照顾母亲，决定回乡。香茅产业提供他一个工作机会。不过新手上路，也让廖志展体验到做这行真的不容易。人力吧。太费时费工了，你得到的成品太少了。夏天很热，要晒太阳，冬天又会很冷。刘昌坤重现了提炼香茅油的古法，更扩大香茅种植区域，要让国姓的香茅产业从上游到下游一条龙的自产自销。从安尼我这摆用你看，差不多爱这边挂到过，这底下会歹刮，这就直接安尼撒来，安尼，这看吼，安尼变就看较有啊，安尼地呢吼，眼前田里看起来像是杂草堆的，就是香茅草。在一般农民眼里，香茅草比杂草还不如，不只是虫不吃。就连鸡鸭牛也退避三舍。不过对刘昌坤来说，香茅草可是宝贝。它长得快，不需要施肥撒药，只需要把香茅草的苗插进土里，3到4个月就会自然生长出一大丛。其实种香茅没有什么技术啦，还是懂一些知识。尝试这样就可以，因为香茅草它非常好种啊，香茅草它又不施肥，它也不灌溉水，它就任由天上下来的资源，它就成长得很好。反而你放水还是给它施肥下去，它会没有油，它会成长得很漂亮、很好看、很大株，但是里面的油分就反而少。日治时期，日本人将香茅引进苗栗，教当地的客家人种植，再卖回日本。后来，部分的苗栗客家人迁移到南投国姓乡，于是把香茅产业也一起带过来。台湾的风土条件适合香茅生长。1950年代，供应的香茅油产量一度占了全球的70%。其实都是国姓75%是客家人，那客家人都是苗栗、新竹一带的客家人搬迁到这边，这边就当时香茅草是最兴盛的时候，就大家鼓励自己开始种。以前在苗栗那边也有种，但是到了这边就开始在种，国姓的气候比别的地方在种。香茅草提炼的精油更好，更有油哈，这个好像气候的关系啊哈。我面顶草地我地来吼，而且甲洗落，这个洗落吼，洗了后用卡拉乌经咧，手袂用绑哦，你手还当绑，好安。取一丛香茅草，用香茅叶当作束带绑紧，天气好的时候就放在田里晒干，再扛去工坊提炼。早期依靠人力的年代，得用双肩扛沉重的香茅，是国姓人最害怕的记忆。现在老一辈的听到说种香茅，听到都会怕。那以前我们香茅割起来曝晒1个礼拜，有时候还没到1个礼拜又要下雨了，就赶快去在园里挑回来，赶快挑回，用挑的，被雨淋到的话，它的油分就会跑掉。那以前的人很厉害，他一次可以挑100台斤的这个香茅草。香茅的品种非常多，烹饪用的是柠檬香茅，而提炼精油的则是使用亚香茅。我们的香茅草它也分成2种一种就是这一种的，它的叶子比较大，这一种是比较小，它叶子比较
比较挺直啦。这2种草，这一种是在拿来做菜，这一种是我们台湾在蒸馏精油，就这一种。这种的味道它比较温和，它蒸馏有油。其实提炼香茅油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产业。刘昌坤用来烧锅炉的燃料就是用提炼完的香茅草，把提炼过的香茅草从桶子里面捞出来，堆放在地上铺平晒干后，就能够用来烧。甚至连烧完的香茅草灰烬都有妙用。刘昌坤的妻子范玉秀在香茅工坊旁辟了一块田区，他把冷却后的香茅灰粉混在田区里，中和土壤的酸碱值。你香茅就好了，你讲的火炭，卡做因为西方的火炭吼，火炭粉，是卡做的石台。摸肉嘅讲落天红咧出，卡做摸弄肉啊，你咪冇怪石台摸弄肉，卡做石台就攞用嘅用嘅火花提热菜上，卡咪个提参葱，卡摸奶，卡摸葱。另外，油水分离后的香茅水里面还含有少量的香茅油，工坊就提供给村民或是游客泡脚。去日本参加讲嘅交流嘛。其他人交流，學到人講，人三個都有種泡溫泉、水腳安尼浸，佢冇貴先浸啊，冇人身體浸，甲浸腳都一小攞啦。這 idea 就去看人家做咧，就啲個你嘛係咧安尼做，就那個你竹香茅油個水出來一小啊，嗰啲大絲絲咧香茅油出來個一香，將流體打爽啊，做水腳咯，割起來，佢就在那浸腳啊。浸腳就嗰燒就嗰香，浸燒水浸腳對人嘅血路循環愈好的東西。范玉秀也是国姓人，对于挑香茅、提炼香茅，在他记忆中其实是一件苦差事。不过当刘昌坤跟他提及要复兴香茅油产业时，他并没有排斥，反而成了先生的得力助手。我先生以前跟我提议说要做，我们也来做香茅这个工作。我说你会做吗？我做过，但是你做过吗？因为我小时候，我差不多国小5、6年级就跟着爸爸是去挑香茅草长大的我是挑香茅草长大的女孩子。我说也好啊，要不然现在化工东西太多了，还是种这个没关系啊，反正我也做习惯的人。就这样子，就持续做下去了。夫妻俩一步一脚印的坚持，总算被看见。知名的有机商店也引进他们的产品。为了防范武汉肺炎，有机商店特别开辟专区，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可以用来保健肠胃，有的可以用来清洗抗菌。刘昌坤的香茅油也是专区商品之一。有机商店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寻到这项产品，他们甚至前往香茅工坊拜访，了解香茅油的制成与刘昌坤的理念。它是台湾在地的栽种的一个台湾的香茅，然后因为现在其实要找到台湾的自己本身在萃取香茅油的几乎是没有。那他那时候在种嘛，可是他也没有做什么商品出来，所以那时候寻找这个开发的人员就开始去跟他聊、跟他谈这样子，希望可以有一个本土的香茅油出来。刘昌坤的香茅油全程采用水蒸气萃取，油水分离之后不添加任何添加物，直接装入玻璃罐，就是这样的纯粹，吸引了有机商店的注意。这一款它的味系是比较舒服的，跟一般就是如果你一些其他进口的香茅油，很多都是从东南亚或者是中国大陆那边来嘛。那一类的香茅油有一些就是它的味道会比较刺激一点。那你也不清楚说有一些进口的，如果像它你没有取得它的证明的话，你会不晓得说这个香茅油是蒸馏还是它是用有机溶剂去萃。那如果用有机溶剂萃的话，你喷在环境当中，其实我们也会闻到之后对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也会有一些影响。
那像它的味道的话，就是比较舒适，而且它是全部就是都是用蒸馏萃取，那出来就是香茅原始的味道，对于我们那个呼吸道就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投入香茅复兴产业20年，一路上刘昌坤起起伏伏，但是他始终不放弃，在国姓乡的香茅产业里，让人看见客家精神。行转爱中。逢滚过南头国乡欠过糯米橋，從長嫩葉白珠帶頭看起來，拍起強建設，香茅唔係假些年，其實係客家人客氣度，抗油唔但素養嘅硬頸，càng kiến長長嘅菜葉帶有火神水木，定期上過來，比實西走嘅香茅草，做得曲出香茅油。細細在後流出檸檬香味，雞油雞水滴精油轉茶壺，做出鐵牛翻身以後千溫流嘅強香。好，收檔誒，來，今天嘅香茅材料。好，好，那將來來食飯哦。好。刘昌坤种植的香茅不仅能喷，还能够用来入菜。他和当地的餐厅异业合作，用他田里种植的柠檬香茅，烹调出南洋风味十足的料理。餐厅老板把香茅较粗的部分切断，香茅叶折弯放在盘子上，摆上鲜鱼，加入姜丝，淋上调味料，以蒸煮的方式料理。这道菜是柠檬香茅鱼。先将香茅段下锅，再放进新鲜鸡肉，加入高汤，就是拥有独特风味的香茅火锅。利用香茅的清香，带出食材的鲜甜味，让饕客在味觉上有不同的感受。嘿，香茅係有冇用款哦？你不看我冇按3萬種了哈。好，熱量是得多。一般游客来到我们的地方，他也要看你地方的特色，看你特色的什么东西，也想吃到你的特色的东西，所以啊，这个搭配的话会比较吸引游客。刘昌坤的香茅工作坊，每次提炼香茅油500斤的甘草，只能够萃取出5到7斤的香茅油，付出与收获简直不成比例。而为了增加香茅的多元产值，太太范玉秀就积极研发香茅的各种用途。晒干的马拉巴栗叶子以及丝瓜在桌上放好，范玉秀灵巧地用筷子夹住叶片，将叶脉叶子与丝瓜放进锅子，沾上加入香茅油的皂基。按头先做该会 DIY 该吼，该都系蛇条的菜瓜。cái蛇條菜瓜吼，伊混cái安尼炒骨肉混好起來，哎慢慢的轉，緊練安尼練不記走，吼練不記走，那都蘆蔥都係肉雕蘆刀，伊就到底那種蛇性蛇肚球，啊那係個咱是安尼肥，吼量下少不記肉料強，夏天就冇睇咧，那種你食一擺就冇用啊。使用香茅油、叶脉树叶、干丝瓜当作游客体验手工皂的制作材料，一本香茅工坊的环保精神，从制作到使用完毕都不会残留垃圾。人個就種個蛇皮嘅雜嘅樹雜嘅，哦，個對嘅呢啲係呢卡咗應講係美國土豆，知冇？個對呢係馬拉巴栗，哦，馬拉巴栗個呢雜嘅。叫啥子一硬撐，吼浸了，那來做安尼，按出門，吼，安尼混好一些皮嘅炒骨，帶出門，用幾多，我離一些片咧，都得用咧，佢一袋按太袋，得用3排也係4排，吼細細安尼fit起，
嘛唔会制造环境界的污染。香茅工坊研发各种香茅 DIY， 不只是增加香茅的价值，刘昌坤更希望透过体验活动，可以让游客在当地多停留，更深入了解他的家乡，看到国姓乡北港村朴质的美。刘昌坤住的北港村世代务农，30年前政府辅导当地成立休闲农业区开始，村民就积极争取经费做社区营造，找出北港村的观光特色。刘昌坤接任为休闲农业区理事长后，更积极邀约农户加入，推广北港村的深度旅游。休闲农业区跟一般在市场在工厂那边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乡村型的。乡村型它是地方的产业、地方的东西，可以供给游客到我们这个乡村来旅游，来玩这个活动。这个以后啊，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这个是我们游客非常喜欢这一种活动。北七水灾吼，那个水吼。船咧面顶水冲来，唔是走位去哦，是冲伊遮来。甲土地公船冲伊甲差不多500公尺的所在，遐一个水灾啊，冲伫北七水灾冲伫迄插尾树枝安尼甲冲袂走拢伫遐一个欧巴桑看到，透早起来，土地公你来冲啊遮，佫感冒咧，佫请到等下遮佫拜。千年家冬树是刘昌坤小时候跟玩伴的秘密基地。家冬树的树干中间镂空，一群小萝卜头就在树干中间进进出出。对于这棵家冬树的一切，刘昌坤熟悉的不得了。会有安尼啦，所以你即马讲的就讲面顶倒落来，好叫博士讲，你若讲安我就爱你掉，因为情啊有，大当无，所以讲你爱知影讲到底这条根是安怎。这棵千年家冬树是游客来到北港村一定要造访的景点。你只要从特定角度拍摄，就能在树洞里看见台湾。7、8年前，我就用安尼就塞入去后，也会当入迄种细条嘛。对，过来就无法度，伊就是不爱互人入去。你看这很神奇不？而千年家冬树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家冬树下曾经有个土地公庙。后来被大水冲到下游500公尺的地方，每年刘昌坤都会遵循土地公的意见，带村民去进香。而在1999年，却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我们的土地公啊，就每年都只是我们到屏东车城去那边去进香嘛，每年都有去啊。921以前我们就去，但是每年去都只有1天。后来啊，土地公就921那一年，土地公只是说，今年的进香要2天，2天日期还是要在920那一天去。后来我们就开始招募，招募只有半台的游览车，差不多10几名、20名要去而已。后来我们就招募只有半台，不够人数不够，就跟土地公讲，不要了，我们就1天就好。土地公就不准说要2天，后来我们就跟土地公讲说，不然你要给我们保佑我们招募有1台的游览车的人数啊，连5我们就一起去了。当天当天晚上就大地震了，那我们前车的人就很安全，就没有发生921的大地震了。尤其有一户人家，他房子垮下来，他就没有受到这个地震。神迹让村民十分敬畏土地公。除了千年家冬与土地公庙，在北港村还有一座近100年历史的3级古迹，兴建于1938年的糯米桥，以糯米、红糖、石灰作为粘着材料。桥基是由3座椭圆桥柱支撑，历经多次严重的水灾，冲毁了桥面，基座仍屹立不摇。我们这一座糯米桥就是比较特别，它是这一条桥里面连一条钢筋都没有。以前是我们通
惠荪林场要里面的林场要进去，都是要走这一条桥过去。他在日本时代用那个日本技师设计，现在这种工法已经台湾没有了，已经可以说没有，也是这个那么完整、那么大的那座的桥它也列入3级古迹。北港村丰富的100年遗迹，刘昌坤用故事行销的方式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这有500克菜刀哦。咱等者，这菜刀放伫这个灶内底，嘿，然后两面来先开火嘛，即摆已经有烧机烧好啊，就是即摆开火开到这100度火，嘿，然后伊的温度会倒起来。这座国姓山上的咖啡庄园可是大有来头，曾经入选国宴指定咖啡豆。第2代接班人苏进宽正在教刘昌坤怎么烘焙豆子，这是休闲农业区提供给游客的体验行程之一。传承第2代年轻人回来，他比较有活力也比较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反而他们这年轻人来做比较适合。老一辈的年龄也大了啦，要再冲的话，也体力也比较少了他们第2代来接这个工作是非常适合。国姓乡的海拔高度以及土壤适合栽种咖啡豆。苏进宽的父亲20年前买下这块地，经营咖啡庄园，从栽种咖啡到烘豆、冲泡，一条龙作业，就是要让游客品尝到最新鲜的咖啡。良好的环境加上精细的田间管理，让苏进宽获得全国10大咖啡产销班的殊荣。现在糯米桥休闲农业区这整个北港村因为我们开始有做一些观光业，就是有一定的发展的基础。目前这个村要有就是以咖啡为主题的那个休闲农场是比较少。那我们是借有这个，因为我们咖啡是国姓乡的第1大农作物了嘛，那第1大产区，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咖啡来推广我们的咖啡。其实我们游客来不是只有来买你的东西你要有一个 DIY 给他玩，你给他玩，他停留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也有一项的好像一个活动，他比较有兴趣来这边有做 DIY， 不然你来的话只有买东西没有体验的话，那可能在买去就比较少客人要来的话也意愿也不高。为了让咖啡庄园更显专业，苏进宽考取了烘焙师以及杯测师的证照。对于客人的问题，他耐心回答，就是要让更多人认识国姓的咖啡。好，伊这买生封口，所以变做伊是两用的。即是讲，你若个温度切开，伊才就大概得要2点。休闲农业区的另一个受欢迎的 DIY 活动是包米体验。黄国峰正在替刘昌坤解释包装米的过程，印好日期，按照分量装好，让旅客了解米从田里采收后，最后1里路是怎么完成的。产业带动地方产业的一个目标。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做是休闲农业区？其实乡下年轻人很少，那接触了休闲农业区这一块的工作之后呢，慢慢就是会觉得，跟一些休闲农业区业务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就是慢慢把一些产业导入，像户外教学食农教育，或者是农业体验，那一些农业旅游的部分，我们就是利用在地的产业去把它目标体验化，那转成一个目标的一个农业的旅游的体验的方式，让游客去呈现一个在地的产业这样子。黄国峰的稻田使用的是北港溪的灌溉水，而北港村的农田灌溉水是来自于合欢山与惠荪林场的纯净水源。优质的环境造就优质的农产品。不过黄国峰也明白，
只停留在一级产区的生产，无法带来更多效益。因此，他加入休闲农业区，设计苞米、蹦米乓等体验活动。当初回来务农其实是一个理想的目标。那其实后来回来务农，发现你除了1级生产、2级加工，你还要结合3级的体验。所以现在政府一直强调6级化嘛。我们的农业要6级化，就是1级、2级加3级。你从1级生产加到2级的加工，到3级的体验，如果你都有办法完整的呈现，其实对一个产业来说，它这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产业。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休闲农业区也成为一个平台，让年轻农民能互相交流。其实我们回来乡下，其实没有透过一个交流的平台，其实大家互相都不认识。因为大家都躲在家里嘛，那自己的工作是自己做。其实如果没有去外面去跟人家交流，你会不晓得说，哦，原来其实乡下年轻人是有的。那年轻人在一起，你就是要想办法去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我们常常也会一些年轻人会聚在一起聊一聊，说，最近的产业怎么样啊，或者是状况怎么样啊？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因应啊？怎么去突破啊？那最近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我在做体验的方式，我都会跟他做交流学习。休闲农业区的经营从刘昌坤那一代传承到黄国峰、苏进宽年轻一辈，在2代人共同努力下，北港村营造一个拥有自己故事的小村子。